我哋有一個好特別嘅雕塑，係嘛？大家見到嘛？你睇到有咩感覺啊？好有感覺係嘛？即係真係一個獄中嘅一個人喺裏邊，佢伸出兩隻手。呢兩隻手有冇留意到有啲乜嘢特別啊？有釘孔。6月8號，香港教區金寶維副主教喺赤柱聖亞納堂祝聖名為《當我在監裏》嘅青銅雕塑。馬太福音25章係嘛？提到就係耶穌話：你嚟探監探望我。跟住我就話：我哋幾時去探你啊？耶穌話咩啊？你為最小嘅兄弟所做嘅，就係為我而做。我哋就喺佢哋身上咧，同主耶穌相遇。所以今日咧，我哋喺度祝福呢一個嘅雕塑啦，係幫助我哋去默想，即係唔係就係一個雕塑擺咗喺度啦，係啦，多咗一個雕塑喺度，而係咧幫助默想，好似一種圖像式嘅一種嘅祈禱啊！即係望住佢嘅時候咧，我哋有一種祈禱嘅心。當日活動以在囚同埋更新人士為主題，大概有100人參與。我哋就用呢一首歌去開始我哋今日嘅相聚。金副主教仲自彈自唱，帶領大家詠唱由基督新教囚友樂隊創作嘅《屬靈人》。並介紹教區嘅監獄牧民工作。今日我哋主力要介紹嘅就係言論基金。咁啊，大家都知道咧，19年之後好多年青人入咗監獄，係嘛？咁啊，周主教就好關心即係青年啦。究竟我哋可以做啲乜咧？咁其中懲教署就同我哋講啊，佢哋好需要資金咧去支持呢啲青年人咧讀書。於是乎咧，我哋開始咗啲言論基金啦。就其中一個好重要咧，就係幫佢哋即係讀書啦。第二嘢咧就係點樣佢出翻嚟之後咧，佢哋點樣樣佢哋去更新啦，揾嘢做。燃亮基金專責小組成員亦介紹咗基金為在囚同更新青年提供嘅服務同支援。金副主教亦提起，懲教署喺2023年成立立德學院，為成年囚友提供為期1年嘅應用教育文憑課程。因為呢個一級就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因為咧佢係負責咧所有監房嘅工作嘅。咁啊，睇下執事咧就同我哋分享少少啊。嗱，坦白講，立德學院真係好感動。感動在咩咧？佢俾校服佢喎，佢俾書台佢喎，唔止嘅。我哋一行到一入去嘅時候咧，入到去嗰個生活嘅空間咧，原來入到去已經係一個佢哋計過個光度，你只要入去，你就可以閱讀。呢個係心機嚟，但係喺懲教處喎 ，suppose 係犯咗法，跟住喺裏邊受刑嘅喎，但係佢哋當佢哋係學生，唔使着囚衣，唔使入工場，你就學習啦。你做出嚟，你有成績，你考到我哋戥你高興，然後你屋企人可以嚟見證你攞成績。係啊，我自己 Facebook 都係好醜怪咁樣有一張我拎住紙巾去拍手掌啊，就係因為感動到咧，都係已經咧就係歪晒啦，真係。但係我好開心，真係，因為喺呢個地方，原來就係有咁多有心嘅人喺度推動緊人嘅重新做人。燃亮基金咧仲繼續發展緊嘅。咁我哋希望即係發展得再好啲啦，因為我係負責兒童啊嘛。而家我諗緊咧，我哋啲兒童可以點樣配合咧？你估下？我就同啲社工傾，社工就話佢哋可以咧，譬如嚟緊中秋節畫啲畫，因為我哋啲社工而家同佢哋有書信來往啊嘛，咁咪透過佢哋咧寄一啲慰問嘅說話俾佢哋咯。話細路仔畫畫，跟住有啲慰問說話，係咪好窩心？原來咧，我哋發現咧。我哋慢慢發展啦，燃亮基金有好多其他點樣成個教區裏邊，我哋唔同嘅兄弟姊妹咧，即係可以參與，藉住禧年傳遞希望，讓教區不同群體一齊參與監獄福傳。